不要把场面搞得那么冷。有很多人会觉得，除非你唱母语唱那么多年了，有的不太认识我的可能不知道，但是怎么突然发了2张专辑、2张 EP 之后，突然出国语了？我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。但其实母语对大家来说不熟悉了，或许换个方式，有机会讲一些故事。我很久没唱中文歌了，我写中文歌都给别人唱，给阿令唱啊，结果他也没有把那首歌唱红。他唱红，我还可以赶快翻唱，再捞一笔。又没有命啊，有时候也要累，但是想做的事情还是会在心中一直的告诉自己，这是很想做的。就像要回来突然开演唱会啊，想很久了，本来只是我一个人要唱。搞到最后，部落的人都要唱，我又很怕他们把它搞得很像婚丧喜庆的。你没有看到昨天那个画面吗？那些歌根本就是喜酒会唱的。那个夫妻有没有林秀帮阿莫？不就是吃喜酒的场面，新郎新娘才会有。不过你们也接受，你们真的很神奇耶！或许换个方式讲故事，我觉得收获就会不一样。有一首歌我写好，我放在这张专辑，对我们阿美族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配件，服饰的配件。我们讲阿鲁富。有人讲。